你脸上有东西。这边。慢慢缘起的你最完美。你还没走啊？尺寸有误差，比例也不对。不可能，我刚刚都量过了。你自己来看。多了2毫米啊！而且你胶水用的太多了，我不喜欢这种粗糙的东西出现在我面前。那怎么办呢？还能怎么办啊？先吃饭吧。老板，刚才不好意思啊，我以为我测量的已经很精准了，没想到你一眼就看出问题了。建筑行业事关生命安全，每一个方面都不能有误差，包括模型。记住了，以后一定多向老板学习。明天重新做，做好了给我。收到。老板，我送你回家吧。好啊。你脸上有东西。这边。不会吧？我没有碰到电梯啊！不是吧？又来？数据正常，不应该放电啊？难道腕表监测不准了吗？一天里倒霉体质发作2次，又是这么一个